新营龙虎宫天文台，公主。岁五千岁，圣诞千秋。交往的庙，新化天坛福安宫，延平郡王府，新营的延平郡王府，新营红地宫，新营护庇宫，台南市南宁道教会，南宁道教会是太子宫的庙的主委王宪章先生当理事长。中华民国105年，今天6月5号，国历6月5号，农历5月2号。今年丙申年太子宫要办那个5天绕境活动，国历6月底到7月初。然后还要办庆城祈安罗天大吊，大概今年年底到明年初国历的新营的太子宫庙是太子宫庙总庙，这里岁5000岁的龙虎宫天文台，岁5000岁是中华民国历史上，中国历史上的东晋魏晋南北朝那个东晋宰相丞相谢安。